1、4，多謝各位順路順意，萬事勝意，請100萬。嗱，是我有接100萬，係咪呢首歌嘅嗬？有100萬，你話點樣咧？大家分享90萬、10萬，捐俾慈善機構。係9月7號星期日，下個星期日，馬上為你準備好嘅萬能公司為你帶嚟嚇，有萬能，有驚喜，有快樂。新能哥，首先第一個號碼由你嚟。朋友100萬。有冇登記？21歲以上登記咗就有份啦嚇。話阿萬能先生好似我冇登記嘅，其實我冇登記嘅，唔好意思，我係非法移民，鄧小平話中國嚟嘅。咁長長久久，第一個係9字，嚟祝賀嘅掌聲嚟，恭喜發財嘅掌聲嚟。第二個字我哋就新娘子嚟好嘛，新娘子嚟。橫財就手，得心應手。係咪好緊張呢？話新娘子你嘅意欲不同嘅喎。好嘢好嘢好嘢，應該係咁啊！咁樣先有馬標中啊！我未試過咁樣㗎，今日係第一次㗎。哇哇巴啦！嗱，你係咪好意頭咧？搞法9898嚇，新郎哥等一等，定一定先。98，嚟新郎哥，再接過嚟。98 98。988，再嚟一個發財號碼，中獎號碼9月7號，照翻頭先咁樣得㗎，照翻頭先咁樣得㗎啦，照翻頭先咁樣。嗱，各位朋友，9月7號星期日就係我哋100萬中獎嘅幸運號碼啦！登記嘅朋友，我哋一齊分享100萬、90萬，我哋分享10萬捐俾慈善機構。萬能公司投注288萬，唔係288蚊買賣，80蚊使萬號，嚟9883，哇，靚正，係啦，影張相啊！等陣。朋友，各位親戚朋友，你嘅掌聲9883，恭喜新郎哥、新娘子同埋大家有萬能、有驚喜、有快樂。多謝萬能先生，有你真係萬能㗎嚇。緊張，其他位，我送俾你嘅，唔好緊張。娶老婆係緊張啲㗎嘛嗬？娶老婆緊張啲嘅，呢個紅包你代表鴻運當頭啊！俾個紅包新娘子代表早生貴子，天丁發財，發財天丁，中馬標中孖寶，生公主千金都係孖寶。哇！呢個大寶嘅安，細寶嘅樂，真係萬年安安樂樂啊嚇，開心心嚇。好啦，各位朋友，我哋繼續嚟。頭先有啲嘢講係，我哋新郎哥要唱歌。